害我将油问来找真帮，也是对袂着伊的行踪，是我误，是我苦，是我痴情又苦强。伊是风，是城是爱流浪，要见面就在梦中。出去的哦。是啦，啊，阮阿兄吼，就是误会阮阿嫂讲外面有查甫人，一个起高地啊吼，不三时拢伫外面带查某倒转来呢啦。阮阿嫂一个念伊吼，伊就无欢喜，甲拍干妈，到尾才甲赶出去。哦，莫怪文英啊对阿坤啊这较死心啦。其实吼，一对翁仔某冤家相拍离婚啊，上可怜的就是囡仔。上讲才咧讲啦，虽然阮阿兄有毋对。 但是阮阿嫂的心嘛伤过硬，伊安尼忍心甲这两个囡仔拼咧安尼做伊走。无咯，你安尼讲毋对，我感觉恁阿嫂这个查某有那不良明理哦。你看顶回啊，迄个小美甲小玲哦，因去卖菊兰花，伊嘛去甲看咧对无？啊嘛有去找阿坤啊，而且嘛有去相当花园找囡仔呢。照这种种的情形安尼甲伊看起来，恁阿嫂伊毋是讲无咧关心这个囡仔。这就是我捡到啦。哦。 阿姐，你干嘛啦？大金宝，你有找这个妈妈无？大金宝，你有找这个妈妈无？啊这个。小美、小玲，啊，这个大金宝啊吼，今仔日有出去找一工啊，还袂找着啦。啊，无找着。就是。大金宝，等吼，今仔日大家拢真忝啊，啊，咱小等饭食食咧吼，夜暗大家较早困咧，明仔载才过来找。安尼好。 啊！你阿妈哪有人咧唱歌？有人咧，哪有歌声？啊！ 没死了！小杨，小杨，我倒动的啦，你开门啦！我这有啥物代志啦？我心里面跟佮讲啊，不要紧啦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你哪会使入来啦？我会惊啦。你会惊？对啊。 天你啦！我不睬你啊！小杨，小杨，三个，已经来叫倒动的啦，三个啊，三个，你有听到无啦？三个无听到，小杨啊，拜托了，我入去啦，小杨啊。 我唔敢回去穿衫啦。你穿衫，先去买啦。哦。小杨啊，我唔知
若是你，你唔困到休休叫你喊啥啊？大细声，你是我向困的啥？唔是啦，我惊哪你？我惊。是你惊啥啦？惊？无啊，伊讲伊会惊啦，对啊，弄嘛。你有啥物通惊？有鬼啦！哎呦，拜托你，你是伊故算啦，暗时伊才来喊面啦，哪有遐尼良相的鬼当我去看？别人无看，干那你咧看。你有听无？你看，鬼咧唱歌。啊，这声音甲听起来就敢若小玲甲小美啊。啊！小玲甲小美当时变鬼啊！你是啦，鬼凊彩讲讲的，你来甲看卖啦，惊啦！哎，安怎啦？你看我的看。哎呦，免看啦，搁咧带着啊！来啦，看你啦！哦。啊！明明就小美甲小玲在唱歌，啊你是咧惊啥？我知，伊唱这种声调，又搁无报名。报名，敢要上电视咧报名？到无到。嘿，大金宝，啊你若规定无咧困，走来遮创啥？啊，就安尼啦。嘿，哎呦，阮这个看道地啊吼，什么咧听到人咧唱歌会咧惊到要死，啊，就安尼小玲甲小美在唱，会惊甲死死阵啊！小玲甲小美咧唱歌，嘿啊，看下咧。小玲，小玲，你来遮，哪个唔见点在咧创啥？我要照顾妈妈倒来啊。而且我爱妈妈，我爱妈妈啊！小玲甲小美是来做可怜。小玲、小美，即摆已经真晚，外口搁遐尔啊寒，等伫来内底等妈妈好无？唔爱哦，我要等遮等。小玲、小美啊，拜托一下啦，后摆要唱歌唱较好听啦，莫唱迄种声调，听落足恐怖的。相讲的，迄声者袂晓欣赏。阿姨感觉恁唱歌足好听的呢，恁教阿姨唱好无？是阮妈妈无咧，啊无会唱到多好听。阮妈妈人水，唱到多好听。人拢讲伊是敢若歌星的。哪一个偌水，像迄种无良心的人，搁较水嘛无路用，无资格甲人比水啦。你真是歹人诶！你又袂讲阮妈妈的歹话。小美，你若会用甲一讲话才无礼貌咧。歹势土动，囡仔吼较毋捌代志啦。毋是啦，我的意思是讲，因伫遮唱歌，因妈妈嘛听袂着啊。是啦，唱歌吼，就一定要互人听到，毋则啊叫。嘿，安那怎么？电台你有识啊无？现在电台咧创啥？啊，就安尼啦。嘿你看小玲吼，啊，甲小美伫咧唱歌，讲要等因妈妈对无？啊，这若去电台吼，啊，甲播送出去，因妈妈来在存收音机，无得较会听到啊。嘿，大金宝啊，你无讲我无想到啊。嘿，有啦有啦，我熟悉一个好朋友啊，国声电台咧主持，叫做林秋彪。哈，林秋彪。是啊，大金宝啊，秋彪的做人吼，有够诚实的，啊做人嘛真有爱心俩。前天伫阮后壁这公园啊，有一个游客带只贵宾河来遐咧散步啊，迄只贵宾河吼，煞叫碰见啦，找有够久拢找袂着啊。啊，到尾就是去电台拜托秋彪吼，伫电台斗放送，无偌久尔就去找着啊。啊！迄贵宾河主人偌欢喜咧，到尾也包一个大个红包吼，要甲秋彪说谢咧，叫秋彪拒绝啦。真是的哦。是啊，大新婆啊，我咧想讲吼，阮若做这个代志吼，来拜托秋彪踮电台来斗放送来找哦，无得较真紧就会找着。对啦，我就是这个意思啦。咱明仔载吼来去拜托秋飘，甲咱斗找婚姻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午安，大家快乐，大家好。我是友情俱乐部节目主持人林秋飘。今仔日咱的现场来了真侪朋友，即马伫我的身躯边有两个小朋友，一位是老小美小妹妹，一位是老小玲小妹妹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一定会感觉真奇怪，是安怎咱今仔日的节目毋是访问明星歌星，而是这两位小妹妹呢？小美、小玲是南投相当的人，因两个为着要找因妈妈，已经找。小美甲小玲到即阵也我都找到。
妈妈，因妈妈名叫做陈文英，陈女士。可是现在你有听到新机广播，你来听，你两个走起。过去你时常甲因所唱这首歌《等无人》。你有听到你两个可能伊读一个欢喜的声音无？你一个囡仔甲我讲，讲因为伊就是真思念你，因为伊时常就是来唱着过去你甲伊教的一首《等无人》。就算讲你的先生有啥物唔对，仍然是无辜的。我希望陈女士为着你这两个可怜的囡仔，你会当来考虑一下，当来甲这个囡仔团圆。小丽，小丽，你过来叫一声妈妈。叫妈妈，互你妈妈会当听到打你的身躯边。你伫倒位？你敢有听到我和妹妹唱过？妈妈，你回来好吗？你回来好吗？妈妈，妈妈。红衫滚头嘛比过嘞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唔知嫁翁也陪？与其咱
无啊，当时顶我无安怎。无安怎就好。我听这段广播，感觉真精彩，耶稣人真感动。假使这个囡仔的母亲若听到这段话啊，伊一定会赶紧倒转找个囡仔团圆。我咧想无啦，是讲，这做老母的人是安怎遐尼无责任？我你讲对啊毋对哈？是啊。实在讲，你也真良心咧，敢若听这段广播人尔，你就流目屎。我想要甲你讲一件代志。当属丁，有啥物指示？因为参像你这种有才能的人，啊，我遐尼善良，我真希望讲，永远会当带我的公司做我上好的干部。另外一方面呢，希望你永远做我的家族的一份子。多谢当属丁，遐尼看起我。实讲，我希望讲，恁两个还未去新加坡进前，就带遮完成婚礼。文英，爸爸，你也伫遮。你来食拄啊好哈。什么代志爸？拄只文英啦，听这个广播感动啊，流煞你流目屎啦，看起来伊心情无甲好，所以这个事你就陪出去行行啊。好啊。好。文英，啊，我陪你4个行好啊。嘛好。等！较姊妹仔仔，甲做听电台前边咧讲迄大话哦，实在足感动的呢。啊，毋过跟我比较，嘛是差不多尔。我毋是恁妈妈，假使我是恁妈妈哦，我听到迄大话，我真想啊，听转来。过动嘞，人我是妈妈一直做艰苦啊，我是我看咧看啦。我讲的是真心的呢，敢讲你袂感动？好啊啦，你较掂的啦。你若莫讲话吼，也无人会甲你当作是下狗啦。小金伯啊，他妈妈到底听到这么点的声音？小金打我妈妈啦！我看是无可能。啊，我叫你较掂的，你毋拢无咧听咧。哼，小美啊，你放心啦，我相信你妈妈吼一定会听到你的声的。是啊，我嘛有感觉，你妈妈一定会听到。我妈妈有听过，伊一定会回来。小金宝啊，你看，即摆日头遐尔啊炎吼，咱先带囝仔来去食饭啦。对哦，小刘啊，你的心肠袂歹咧，搁会晓替囡仔想，安尼对，安尼闹，跟我大金宝同款啦。小金伯啊，我不爱食饭，我要自己再当我妈妈。哈，唔食饭啊？无唔食饭哪会用诶？你爸爸要做啥，你都唔食饭？好啦，来食啦。我不爱吃。啊，食啦咧啊，看有影。透洞诶，过来。我交代你，无论安怎，你也爱想办法，甲我带这两个囡仔去食饭。这两个囡仔若是唔食饭吼，嘿嘿嘿，明仔载师就甲你切。小哥啊，咱来。心情红衫滚头嘛比过日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唔知家翁也陪。这两个囡仔若是唔食饭吼，嘿嘿嘿，明仔载师就甲你切。小哥啊，咱来。来，小妹妹，咱去食饭啊，咱嘛来食饭啦吼。行。我不爱吃。我爱吃。哇，我就是要吃饭了。小妹妹，我头先有看到你妈妈在那边哦。我妈妈。哎呀，可能你等你食饭，来进来去，走，进来，进来去，进来。那你明白哦。我这要相当叫红定喜欢，不过你喜欢你怎么干？这样呢？
我是感觉相当了讲你这档事，哦，安尼哦。哎，文妮啊，这边环境袂歹，行，等下看卖去，行。哦，哈尼济走，我够懂事的。出啥？哼！我是安怎甲你讲，囡仔较要紧啊，袂想话你就想要顺，传互囡仔食。来来，食饭啊，乖。来，紧。啊，食饭较会大汉哦，吼。紧食吼。食吧。我食袂落，我嘛食袂落。我要传妈妈，我要传妈妈。小妍、小美，妈妈爱找，饭嘛爱食，若无体力，是要安怎找妈妈咧？对，紧食，食饱吼。我同阿姐，你毋是讲要带我去找妈妈？有听无？哼，我是安那咧甲你交代，叫你甲我好好照顾这两个囡仔，想办法啊去互这两个囡仔食饭食好饱，啊毋才有体力。你看，即马两个拢总毋食，两个拢毋食啦。爱食咱哪会毋食？啊你都要安怎？安怎做？家己想办法。若无吼，我会甲你切。使。别讲。要去倒找妈妈。啊，有啊！轰动！大金宝自了播出以来，轰动台湾头甲台湾尾，收视搁再破新的纪录。制作单位为了感谢观众朋友的热情爱护，所以要送大奖给大家。请问大金宝第40集的时阵，敢会倒转去山顶来受刑呢？来批请假台北市敦化南路834巷6号3楼大金宝串工湖制作单位收就可以。大家赶紧将这个好消息，甲厝边头尾斗相报一下，奖品丰富，物色良机。明仔载敬请同一个时间继续讲收看大金宝串工湖。要见面就在梦中。